另外我哋仲有啦，自己本身嘅導師啦個資格啦，個導師資格就唔係咧有啲相關嘅學校咧講啊，佢有5年嘅經驗。嗱，搞清楚喎，5年經驗其實好多嘅喎，但係要講緊5年嘅督導經驗喎。督導經驗就即係教學嘅經驗喎，教學經驗先最重要。咁我哋咧嘅本身香港愛寵專科學院4個主打課程咧，都係所有導師自己聘請，並唔係外判嘅，亦都係有5年以上嘅督導經驗。所以你睇到我哋嘅網站咧，其實我哋比較喺香港多咧政府部門選擇我哋嘅，包括漁護署啦。佢會舉辦一啲叫做動物嘅美容嘅班啦，咁同埋有各大嘅中學啦，都會嚟去考慮我哋學校，即係一啲比較實習多或者一啲證照好嘅一啲課程啦。咁你哋可以詳細咧瀏覽翻我哋個網站啦。好啦，最後啦，其實咧最重要我自己覺得啦，學校咧個文化同埋老師嘅態度係好重要㗎。咁你哋咧記住啦，去選擇一間學校嘅時候，記住，係一定要去間學校揾翻該課程嘅老師見面同佢溝通，感覺佢究竟係咪真係用心教學。始終寵物行業呢係真係要好有愛心，係好有耐性，唔係真真正正呢話為揾錢而做呢個行業，係要好有黑、好有心機。而教學呢亦都係要真係好有耐性、好有心機，要好有態度去教學，先可以咧做到一個寵物學院咧係比較優勝同埋有愛心嘅學校嘅。多謝大家。